子孫們新年好啊！年糕係廣東人唔少得嘅傳統美食，佢寓意住年年高，一啖咬落去，煙煙韌韌，滿口椰香同埋焦糖嘅甜香，用甜甜蜜蜜嚟開啟新嘅一年。先將砂糖放入煲仔，細火加熱到變成焦糖色，倒入200克嘅滾水，再加入紅片糖同埋薑片，開細火慢慢煮，直到糖完全融化為止。用焦糖整出嚟嘅年糕，味道好香，唔會死甜，顏色又靚，唔需要再用老抽嚟調色。將3種粉倒入一個大碗，再加入椰漿，簡單攪拌一下。呢個時候有啲一嚿嚿係唔緊要嘅，我哋後邊仲會繼續處理。啱啱煮好嘅糖水攤到依家溫度差唔多啦，係70-80度左右。我哋分3次倒入去，一路倒一路攪拌，一直攪拌到冇大顆粒為止。呢個溫度可以令到澱粉糊化，年糕嘅口感更加細膩軟糯。攪拌好之後，用濾網過篩，將啲細顆粒、小氣泡都處理好，咁樣就可以得到絲滑細膩嘅粉漿啦。再加入20克嘅粟米油，攪拌均勻，令到年糕更加乾澤油潤。碗入邊擦一層油，後邊可以方便脫模。將攪拌好嘅粉漿倒入盤，冚上蓋或者係保鮮膜。水滾之後蒸50分鐘，晾涼之後就可以輕鬆脫模啦。軟軟糯糯，非常柔韌，可以直接吃，兩面煎香更好吃，也可以沾蛋液煎着吃更香。焦糖香甜，椰香濃郁，柔柔韌韌，真的很好吃。趁着假期還有幾天，快點試試吧。